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皮神啦。今日咧又同各位開呢個 M2A 嘅英文版 Ascend Hill 第一包先。好，介紹夠啊。好似開到啲嘢喎。地卡超電能啦，係喎，哇！火恐龍。正喎呢個係超級進化 Y 頻。咁啊介紹下先，呢個係 Deck 100裏邊，即係日文 Deck 100裏邊嘅嗰張001黑色001嘅粉骷髏。哇！真實睇好靚，俾觀眾睇下先。嗰啲磨砂面嚟㗎，睇下幾靚，哇！好靚喎。OK， 好開心。再嚟，我哋開咗好嘅頭，我哋繼續好，然後手嚟講，哇，閃嘅能量，證明開到閃嘅能量咧，其實就唔一定係 hit 嚟嘅。好啦，我哋再睇下先，個平板電好平板嚟，哇，開到咗乜鬼嘢？唔識喎。再嚟，好靚呢張，哇有中，哇中咗張 AR， 不過呢張麻麻地，冇乜特別，好 OK， 特別地呢個，好，買隻包先，再嚟，冇錯，個緊鬼，緊鬼。開，最後3包啦，加油！希望開到咁快。好，再嚟，加嚟油。